姚柏良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我要跟進係我自己嘅問題，即係嗰個答覆編號係038。咁我跟進呢個沙頭角呢個問題之前咧，我都想即係多謝局方啦。其實就響過去呢2年啦，入境處響嗰個東盟一啲國家嘅簽注，即係旅遊簽證嗰方面咧，都係便利咗我哋業界去助力我哋去吸一啲嘅新嘅客源。咁同時嚟講咧，亦都係喺嗰個通關便利嗰方面嚟講咧，都做咗好大嘅努力。咁當然啦，我都希望能夠繼續努力，即係就住呢個海外旅客持護照嘅海外旅客嗰部分，再做多少少，令到佢哋入境嘅時候咧，能夠更加有好嘅體驗。咁我跟住翻沙頭角呢部分咧，其實就都想即係多謝局方咧。其實喺2022年喺旅遊業最艱難嘅時候，只係得本地遊可以做嘅時候咧，就同我哋夥拍一齊去，即係逐步去開放沙頭角，令到我哋呢啲本地遊可以能夠逐步能夠開展。咁其實亦都係本身一個好好嘅示範，就係話咧，呢啲嘅特別嘅地區可以即係從慢慢開放去發展旅遊，用呢種團進團出嘅模式，同業界用一種循序漸進呢種模式咧，係一個非常之行得通嘅一條道路嚟嘅。咁不過即係我睇翻咧，就係話睇翻我哋由新一階段嘅開放之後咧，其實睇翻嗰個每個月嘅嗰個數咧，咁其實都大概係即係除咗7月、8月暑假較為人數相對低少少之外咧，其他每個月都大概14,000至15,000人到訪沙頭角。咁睇到嗰個都係比較平緩㗎啦，即係冇乜點樣升。咁呢個問題出現咗咩問題咧？就係話其實我喺度講緊嘅，即係中英街未能夠即係入去參觀咧，呢個即係對個吸引力咧，始終都係即係會係大打折扣嘅。咁我哋希望能夠進一步去提升嘅話咧，即係一定係要盡快可以能夠俾我哋業界團進團出咁樣去入到帶到客人去中英街。咁我見到答覆裏邊咧，即係局方都非常之好嘅，即係因為而家新嘅人面識別系統咧，都其實已經係可以全面去配合呢個旅遊嗰方面嘅各方面嘅未來嘅發展㗎啦。咁即係話而家係咪我已經係唔使再追保安局，我應該係要追我哋係文體旅局去加快呢方面嘅即係細節上嘅呢方面嘅準備，然之後盡快可以開通埋呢個中英街嘅團進團出呢方面嘅新嘅一個開放嘅階段。咁呢個其中嘅問題。另外就係話，其實就住除咗沙頭角之外咧，即係其實其他啲嘅邊境禁區嘅地方咧，例如好似蓮麻坑啊，或者一啲嘅邊境嘅地帶，其實係現時仲係禁區嘅。咁例如好似啲邊境巡邏路嗰啲咁咧，其實未來可唔可以能夠即係都加大個開放嘅嗰個空間？例如打造啲邊境巡邏路嗰啲單車旅遊路線啊，又或者好似蓮麻坑咁咧，可以能夠再進一步開放，令到大家去呢個紅花嶺郊野公園咧，可以能夠更加容易去組織去策劃活動。咁呢方面即係都希望局方能夠即係可唔可以能夠俾到少少一啲嘅回應我。同時嚟講咧，其實紅花嶺郊野公園咧上邊嗰個物件圖碉堡係非常之正嘅一個觀景點嚟嘅。咁同埋嗰個鉛礦洞嗰個嘅開放式博物館咧，係可以連成一體，成為一個好好嘅地方。俾時間保安局答。多謝。咁我要問嘅咁多啦，多謝主席。好，局長。好，多謝主席，多謝姚議員。咁其實沙頭角咧喺2024年1月第2期開放之後咧，其實去到我哋3月中咧，已經有超過咧186000人咧係即係參觀過啦已經。咁頭先咧就姚議員都講咗啦，喺即係好日子嘅時間咧，都係有15,000-16,000人啦。夏天就可能係一半人數左右啦咁樣。咁其實我哋咧已經係一路咧係做啲優化工程嘅。咁包括咧喺24年12月咧，我哋就喺嗰個沙頭角入口嘅地方咧，有個地方做咗臨時停車場，咁俾市民咧而家係可以揸車去到噶啦。咁另外咧頭先都姚議員都有提過，我哋咧就喺嗰個檢查站咧用咗個無感通關嘅即係話實際真係持有證件可以入去中英街嗰啲咧，係唔使好似以前咁樣打風落雨淨係有把遮喺度遮住就正式可以過關噶啦。咁咧，我哋都明白到咧，係業界亦都希望，同埋有啲遊客反映咧，因為而家我哋一般咧係要3日前咧就攞嗰個嘅係攞嗰個 quota 係入去啦咁咧我哋都聽到嗰個需求就係咁，有時啲遊客嚟到先知有好嘢喎，咁你趕唔切咁。其實我哋已經咧係同呢個旅遊業議會傾咗，我哋可以做到咧，如果係一個係有外地朋友去嘅團，你只要每日11點之前
係俾到個名單我哋咧，我哋就可以確保咧，如果係可以去到冇問題嘅人士咧，第二日咧都已經可以入去㗎啦。咁另外咧，頭先講到咧就係中英街，我希望主席容許俾多1-2分鐘時間，我一氣過答埋。好啊，一分鐘內搞掂佢啦。咁啊，中英街開放咧，其實我哋同文體旅一路講緊嗰個團進團出嘅。其實而家團入咧係問題係唔大嘅，但係最主要咧入嚟咧，第一就係每日要有個限額啦，不能夠太多，因為始終嗰個咧就並非一個正式嘅通關地方啦。第二白名單啦，第三咧呢個必須係一個正式嘅入口嘅記錄嚟嘅，即係話入嚟嘅人咧必須要有個持有有效證件入嚟嘅。咁至於個團咧去內地嘅方面咧，我諗同樣地咧，其實嗰個唯一一個考慮點咧就係話嗰啲嘅人士是否係去到內地嘅時間，入去中英街攞埋內地嘅證件咧？如果唔係咧，就誤闖對方咧有啲咩事咧就比較複雜嘅。咁啊同文體旅咧都係全力喺度做緊呢樣嘢㗎啦。咁另外咧就講到禁區，其實而家剩翻咧係米埔、沙頭角海呢個禁區咧，我哋都喺度研究緊咧是否可以開放嘅。咁至於蓮麻坑路咧，其實我哋已經開放咗啲市民可以坐車入去㗎啦。咁但係條路本身咧隔離咧就係邊境嚟，咁所以咧係實際喺嗰度俾人行或者踩單車咧，可能呢個下一步再檢討。多謝主席。好。